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早晨宣布，有新增加的400确诊，其中9个人是对境外驶入来的，1个人是本土个案，一下总共有373个例。指挥中心讲，清明连假期间，涉及到人较多的所在，要做好自主抗疫隔离14日，较唔好出入公共场所。出去老辈咪爱戴遮眼咩，尽量拖无卡度上班。今片新增加的本土个案当中，係一個滿5歲的小阿哥位，同先前的確診病例相合合，算係家庭群體感染。公布過後，也小阿哥位讀嘅幼兒園停課2禮拜。呢度愛再個加強防疫，指揮中心也2日內出來公布，但遮樣嘅場所範圍會限較大，民眾去到市場、往夜市嘅夜道，咪愛戴遮樣咩，避免群體感染。全世界武漢肺炎疫情近來見厲害，行政院已經確定紓困規模由新台幣1兆500億元。行政院長蘇貞昌先前就講，因為紓困牽涉多位面向黨法，基搶嘅紓困程序中，政務委員龔明鑫當日來說明。勞動部統計3月底了無薪假嘅人數，減減嘅有8000個人，創下嘅8年來嘅新高。勞動部長許銘春早晨到立法院打拍講。係講疫情繼續到第3季，無薪假嘅人數聽說會突破1萬呢。